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。外面阳光普照，经过2天的寒冷的天气，上帝保守咱，今日早起搁到伊的圣殿，了做伙来敬拜伊。咱来看圣诗18首，圣诗18首才讲到讲，我心就阿乐上帝。 因为伊是自然之人永活的上帝，天地万物拢着要应声来阿乐伊大尊名。树木、田园、水泉、江涌、大海、关山，你看，这些拢是显明伊大权能哦。当咱去佚佗、去游山玩水时，咱看到这，咱就了解。 上帝创造的伟大伫遮，不止安尼嘛是伊的荣光，嘛是看到伊的忍耐、甲公义，拢充满伫全世界。要叫咱正人都安怎来学乐伊，因为伊是咱正人的爸，所以咱真有福气。一个基督徒有天父做咱的爸啊，连空中的飞鸟都要吟诗出声来学乐伊，花水。 草波、芳花、果子，拢因为伊来生长、来发芽、来结实。日光照来，凉风吹来，讲起伊大忍耐。咱过来了解，世界拢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伊只要讲着讲，天下本对一家，所以伊就爱互人了解，当天下本对一家的时阵。 虽然这歹代会象形，但过咱免惊，公义稳当得胜。人了解，伫个末世时阵，上尾千年国教的时阵，咱要甲耶稣基督安怎？当时伊邀请咱做伙来治理这个世界，所以咱是安怎？上帝所听的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，来。 我是摩罗兄弟，主人养我何本？我是人无上高音响，阿罗伊多尊名，求我常追求，更穷多。 我是摩罗兄弟，是看江浪的本，空中归家音是出响，阿罗伊多尊名，各水小波起吹，芳花。 咱我来看圣诗195首。用我的心是土地，要种落伊的话，爱温困去栽培，就会结实多。伊的话是种子，我的心就会紧布芽。所以上帝的话是种子，种在咱的心，会布芽，成做咱内底活命。 所以这虽然是个短短的话，总是提醒咱的心是上帝话的土地，来回来种。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。来，我心是土地，爱将老。
甲圣诗547首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咱要甲上帝同行，伊邀请咱的，咱我谦逊，同行要创啊，来服侍人类啊，互咱会使有力通担当一切着磨艰苦，所指自转的骹步，来带人来信耶稣。所以咱都要用疼叹的话来感化遐个未信的人，因为心敢若少，感化了啦，就敢若肉心。我来让唱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谦逊服侍人类路途，互我儿女有力通达一切着磨艰苦，赞我羔羊听他的话，羔羊感化那救的心，赞我做基主转脚步，带人来信求神福音。咱今日吟诗到到这，咱备办心。礼拜要开始，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，袂看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三甲来用圣诗第18首，圣诗第18首。我心阿罗上帝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
请游玩徛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万物、永远存在的主上帝，你有父性的尊严，也有母性的慈爱。阮感谢你创造人类的时，互男女平等，互相合作，补足彼此的欠缺，互阮通领受你创造的奇妙甲水的安排。总是伫现今这个世界，也有侪所在，因为文化、信仰种种的原因，互女性伫受教育、工作、婚姻，也是社会地位的顶面，犹原受到真侪的限制，也是无公平的对待。求主互阮当看到这种无公义的现象时，嘛袂当定心反省，是毋是阮有时伫学校、家庭、工作、社会上，甚至是伫教会，也会因为袂记得主的教示，煞将家己的想法、标准，一直打标签伫别人的身上，要求别人顺探阮的想法，反倒造成无必要的误会甲伤害。这种分化甲对立，拢毋是四下合一的神所喜爱的。阮爱伫主的面前，承认阮的无完全，求主怜悯阮的软弱，赦免阮的过失，接纳所有忧伤痛悔的心，搁一摆洗净阮的罪。亲爱的主，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阮伫教会看到正姊妹，毋但亲像马代温群做工，也亲像玛利亚较无主的话语。因无论是伫关怀、探访、代祷，也是伫逐项活动甲服侍，拢献上侪时间甲奉献。因才会疼人、疼主的行做，互阮看到主的温柔甲疼。求主纪念女性为主、为教会的付出，愿主继续祝福看顾你所创造充满疼心、耐心、心内柔软搁坚强的妇女同胞，加添因的气力，保守因的心思意念，互因伫生命的逐阶段拢有主的引带。也特别求主施恩，互妇女事工结出满满的果子，充满侪的见证，来荣耀你的名。阮的祈祷有限，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来出声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成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互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叫阮脱离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先来看信息后面的启文，启文33篇，启文33篇，这是出自诗篇第139篇。咱三角来启应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对前方，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
走到倒位，我才会当投降你。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；也是去到日落迄边，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叫暗暝甲我压榨，暗时亲像日时显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多。上帝啊，求你降察我在我的心思，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做下来用信息第195首，195首，我的心是土地。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创造佮赏赐一切天父上帝，你捌指示阮，人对我，毋让我靠饼，是我靠对上帝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即时，我要谦卑来找求你的话语，听统你的教导。恳求主，互见若来到你面前的人，求的就得着，找的就找着，拍门的就解开，互阮通得着对你来丰丰富富的恩典。也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心，开启阮心灵，来听见主对阮讲话，佮看见你听的拯救甲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天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第1到第13节。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13节，请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咱这个信心坚强的人，应该甲信心软弱的人斗打，毋当求
互家己欢喜。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，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侮辱你的人的侮辱，拢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盼望。愿赐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当心志，还是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所以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我甲恁讲，基督真做受割礼人的册用，是要显示上帝的信息，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通归因根予伊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，唱歌学落你的名。伊阁讲，外邦人啊，就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伊阁讲，万国啊，就阿罗主；万民啊，就上赞伊。以赛亚阁再讲，亚瑟君为不义，伊会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拢会将愿望交托伊。愿赐愿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愿望。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，赐福互听上帝的话阁去行的人。这时，请妇女团契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。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所有美善力量。
即时请陈永文牧师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“效法基督，成做福音使者”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感谢妇女士班咱今仔日是即个妇女曙光纪念主日。妇女士班用德国神学家本霍夫伫教学最后几个月中间所写的诗《所有美善的力量》，用2个版本的调唱互咱听，真水的歌。头一个调是德国的音乐家 Siegfried Fitz 伊写的，咱若去 YouTube 拍伊的名，会看到伊家己弹琴唱这首歌，非常水的歌词佮音乐。第二个调是咱台湾市信德牧师的后生市温，嘛是音乐教授，伫香港教册。伊当时为着咱台湾的新圣诗写这首新的调，2个调拢足水的，互咱看见本霍夫伫家学中间面对人生最后的日子，伊心内充满愿望甲喜乐，真无简单这也甲咱今仔日罗马书读到最后，保罗要传达的信息也有真密切的关系。保罗最后用愿望的这个信息鼓励罗马教会的信徒。进入到罗马书第15章，保罗接续14章的主题，鼓励信徒着爱彼此和好，而且伊提出耶稣基督做奴仆的这个典范，来呼吁因彼此相和，爱互厝边欢喜，毋是为了家己欢喜。伫今仔日的第2段，为第7节到13节，伊将规本罗马书，特别12章以后，真要紧的真侪主题，拢甲定心甲各讲一解，包括讲彼此爱接纳。包括上帝对犹太人的应允，上帝对外邦人的怜悯，爱因做伙讹落上帝。最后讲起，上帝就是世人愿望的上帝。咱今日所读这段经文，通讲上面接续顶礼拜，咧强调迄个强者对弱者的迄个责任甲重担。负起重担有小连贯的所在，也为着后礼拜最后的经文，保罗愿望通过罗马教会要去西班牙迄个宣教的蓝图做准备。所以通讲，今仔这个经文会使讲是罗马书结尾真要紧的一段经文。咱大先来看1节到6节。大先的1节到3节，保罗又将顶礼拜对迄个强者的勉励，搁一概做一个整理。伊伫遐提醒这个强者，恁虽然内心是自由的，恁的信仰空间足快的，恁家己伫迄个信仰的空间中间会当安尼震动来震动去，真自由。但是遐个弱者，因也袂晓享受这个自由，因也伫遐踌躇挣扎，良心伫遐不安。恁着爱为着因负起责任，因还阁无够坚强，所以迄个重担，恁着爱替因来担。第1节保罗讲，咱这信心坚强的人，伊讲咱，表示讲伊家己嘛属伫强者这边。保罗家己知影，伊的信心是自由的，伊是强者这边的。但是接落去，伊马上讲，咱应该为着信心软弱的人，
斗担重担。这里的希腊文，迄个文字毋是足清楚，所以翻译出来无共款的翻译。不过简单讲，即句话就是讲，强者就要承担，甚至会使讲就要忍受啦，爱忍受，你爱吞忍，才会弱者因会软弱。你毋通看因无够坚强，你就看轻因，你就要为着因斗担重担，毋通只有求家己的欢喜。搁一摆保罗讲，恁这强者，袂使因为你家己的欢喜，就将你家己内心的迄个自由表现伫外口，家己感觉足欢喜的，致到遐个软弱的人信心得到伤害。第二节伫遐讲，着爱互厝边欢喜。这倒转去到13章第9节，伫遐讲起迄个新的律法。新的律法就是每一个人着爱疼厝边亲像家己。为着什么？你若互厝边欢喜，厝边的信心就会当得到建立。这也甲顶礼拜14章19节伫遐讲，彼此着爱建立迄个群体的生活。咱顶礼拜14章伫遐讲起迄个oikodomē，起一间厝，教会哪像一间厝，甲起起来，互相建造，互相建造。你若心内定定有厝边，咱就会互相建造，起一间真水的厝。第3节，伊引用耶稣做例，伊讲耶稣家己就无求家己的欢喜，然后伊引用诗篇69篇第9节讲：侮辱你的人会侮辱，拢归伫我。诗篇69篇伫初代教会常常互人摕来引用，就是指耶稣基督为了咱牺牲受苦，用这个诗篇69篇来表达。伫原来诗篇69篇，伫遐讲起遐上帝公义的受苦的人，因发出声音，遐过去对上帝侮辱的话，这公义的受苦者讲归伫阮，拢会当归伫阮。所以初代教会将这首诗用伫耶稣基督身躯顶。保罗伫遮引用诗篇69篇，咧提醒罗马教会，要学习耶稣基督牺牲，看无家己，看无家己这种的典范。有学者讲，而且讲起耶稣基督的典范，保罗啥啦，无直接讲起耶稣的故事，煞去引用诗篇来讲耶稣，这嘛真有意思。保罗那亲像要初代教会知影，耶稣所做的，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已经应允的代志，诗篇就已经应允上帝要为着受苦的人来受苦。这甲接落去第4节有真密切的关系。第4节讲，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。早前所写的，就是咧讲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嘛是为着咱基督徒写的。这个是特别，保罗真特别的一个思想。咱若去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、第10章，保罗2解拢安尼讲，旧约圣经是为着咱写的。这个罗马书内底嘛捌出现过，就是伫第4章。第4章保罗咧讲起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讲旧约内底圣经伫创世纪伫遐讲，算亚伯拉罕做义，算亚伯拉罕做义。然后保罗讲，迄毋是干那为着亚伯拉罕写的，嘛是为着咱写的。所以伫遮保罗讲，旧约圣经嘛是为着教示咱所写的。
到即节的上尾啊，伊讲为着要互咱有愿望，为着要互咱有愿望，即个愿望的主题，咱到最后会看见佫出现。伫即中间，伊讲起三项代志。迄个想使人吞忍安慰的上帝，要互咱有愿望。吞忍安慰愿望，这拢是罗马书真要紧的主题。第五节讲，通互恁动心志，互恁动心志。保罗伫遮讲动心志，毋是讲咱想法拢爱共款，咱家己对信仰的理解，大家拢爱共款。保罗无即个意思，咱毋通袂记咧。进前14章伫遐争论，会使食肉无？还是爱食菜？会使啉酒无？每一个日子是毋是特别重要？为着这个代志，罗马教会有无共款的看法？保罗讲，每一个人拢为着主安尼想，也为着主感谢。那安尼爱互相接纳。所以无共款的想法无要紧，较要紧的是追求合一的心。第12章第16节，保罗已经讲去啊，无看别人比家己较悬，彼此合一。恁着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学习基督的模样，原文讲照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迄个合一的基础。逐个人若拢欢喜学耶稣基督，安尼咱虽然想法无同，理念无同，有缘会当成做团契。第6节讲，安尼恁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。那同心志最后。达到上水的一个景象，就是所有人做伙伫遐同心同声学了上帝，就亲像咱礼拜早起做礼拜共款，咱做伙伫遮唱歌学了上帝，听上帝话，荣耀上帝。那一个群体同心同声学了上帝，荣耀上帝，就袂有亲像14章伫遐讲。这边的人看轻迄边的人，迄边的人评断这边的人，嘛袂有像14章15节讲，你去伤害兄弟姊妹的心，还是20节讲，因为食物破坏上帝工作，这拢袂发生，因为迄个听的团契阿甲佩会伫咱中间起造起来。进入第2段7节到13节，第7节伫遐讲，恁着互相接纳。这伫14章第1节已经讲一解，15章第5节嘛佫讲一解，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有学者讲接纳这字翻了无够强，是毋是甲翻做？相揽，embrace， 相揽，互相相揽，哇，确实安尼讲了真好，真正接纳，毋是干那表面的，咱亲像有时咱咧行平安礼的时阵，伫西方的文化内底，因较惯势，彼此相揽，相揽这字有真水的意思，彼此真正成做一体。做一体，保罗讲，恁着互相接纳。进入第8节，伊讲我甲恁讲，即句话有迄个宣布的意思。我甲恁宣布，恁着学耶稣基督，伊正做福音的车用。车用即字是牧人，还是服侍者的意思。希腊文讲 diakono。diakono 这字后来变做英语的 deacon， 就是执事。咱教会有长老，有执事，执事就是专门咧服侍，
做服侍工作。保罗头一届伫罗马书称基督是服侍者，服侍者。而且伊讲，伊特别服侍遐受割礼的人，受割礼的人咧指犹太人。然后伊讲，耶稣服侍这受割礼的人，要互上帝信息得到实现，互上帝对族长的应允得到实现。而且讲起受割礼的人，讲起上帝信息，这是旧约最要紧的主题。佫讲起对族长的应允。保罗伫遮宣告头一部分，特别是针对犹太信徒讲的。伫上帝救赎计划内底，犹太人有特别的一个位，上帝大声将恩典予因，所以讲犹太人有特权，这点无毋对。当保罗咧讲遮的时阵，特别对遐伫罗马教会内底去互看做软弱的遐犹太信徒，嘛有鼓励的目的。你毋通看恁家己是软弱的。因为上帝过去特别对犹太人已经有新的恩典伫因中间。接落去第9节到12节就讲起外邦人。伫遮保罗引用4段经文，这4段经文有对律法书来，有对先知书来，嘛有对智慧文学来。第9节是对诗篇18篇来，第10节是对申命记32章来，11节各位诗篇117篇来，最后12节是引用以赛亚11章。这4段经文引用真要紧，重点拢是讲上帝恩典毋若予犹太人。伊的怜悯嘛，要临到所有的外邦人，而且4段经文内底拢讲起犹太人甲外邦人做伙拢伫同一个群体内底。譬如讲，咱读到这个第10节伫遐讲，外邦人啊，就甲上帝子民做伙欢喜。伫遐你看，讲起外邦人。佮讲起上帝子民，就是犹太人，恁就爱做伙欢喜。所以咱去看这4段经文，拢有同款的意思。外邦人甲基督徒，外邦人甲犹太人已经成做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。第12节特别讲起亚西的君，亚西的君，亚西咱知影是大卫的老爸。所以亚西的君咧讲起大卫的后裔，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弥赛亚。所以伫遮保罗佫一解提醒这个强者，就是这个外邦信徒，恁今日会当得到基督信仰，毋通袂记得迄个君是为犹太人来，犹太人的迄个大卫的后裔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伊成做恁信仰的君。所以强者毋通看轻弱者，爱承认恁的拯救嘛是对这犹太的族群来。最后一节15章13节，保罗用一句真水的祝福的诗来做结论。伊讲：愿属仰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。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快乐充满仰望。这才是真水。是若甲巴特讲，敢若即节就将12章到单，遐主题拢包括在即内底。因为人有信心，上帝就要互恁欢喜甲平安，然后。一开始讲仰望，结束搁讲仰望，相同的仰望，为仰望开始，用仰望结束。
这互咱想起彼得前书第3章伫遐讲起愿望。彼得前书是对一阵伫外邦、伫小亚细亚这特别受到罗马人迫害的一阵外邦基督徒写的批。伫彼得前书迄个内底讲起，人若问起你心内愿望的原因，恁就通用敬虔的心来回答。所以伫遐讲起，恁是有愿望的人。当人看见你是有愿望的人的时阵，人甲你问讲，是安那你有愿望？迄个时阵，你就通做见证，讲起你心内愿望的原因。所以愿望会使讲是初代教会足清楚的一个记号。做基督徒甲遐个外邦，还是讲异教的人，比较起来最大的差别伫遮。做基督徒是有愿望的人。保罗伫遮嘛讲，因为圣神的气力，互恁充满愿望。这嘛是对罗马书第8章开始讲起，伫圣神内底过新的生活，特别讲起伫圣神内底过有愿望的生活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有几个主题，让互咱思考。讲起3个主题。头一个讲起耶稣基督看无家己迄个疼。第二讲起对外邦人宣告，咱有福音做福音使者这种的责任。第三个主题讲起就要有愿望。因为后礼拜咱最后的经文要讲起保罗要去西班牙宣告，所以这个宣告的主题，咱就留咧后礼拜再来甲大家分享。咱今日来看这2个主题，头一个是学习基督，迄个看无家己的疼。伫遮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的妈妈的见证。今仔日也拄好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。阮妈妈会当讲是一个真平凡的妇女，伊并无比别人较伟大。我要讲伊的故事，主要是因为咱每一个人学习上帝疼，常常拢是为咱上亲近的人而起。我学到上帝疼，嘛是为我家己的妈妈学到的。我妈妈伫1930年伫家人出世，后来伫汐止大汉。伊伫汐止公学校读册，毕业了到淡水顺德女中读册，后来毕业了做小学的老师，拢总伫4间小学教册。1955年，阮爸爸去到汐止教会做传道师，因2个人就熟识，隔年就结婚。后来，阮妈妈上面教册，上面陪阮爸爸伫汐止教会服侍。无偌久，阮爸爸得到奖学金去美国进修2年。迄2冬，阮妈妈家己教册顾囡仔，阁有阮阿嬷做伙伫遐陪伴阮。当阮爸爸倒转来了，去台湾新人院教册，全家就搬去到岭头。阮妈妈迄个时阵继续教册，逐工为阳明山坐车去汐止安尼来回教册。1962年开始，因为台北东门教会叶金木牧师已经80岁，伫要退休，伊就邀请阮爸爸拜6礼拜拢去东门教会帮忙。所以上面伫新人院教册，周末就拢伫东门教会服侍。到1967年，这个叶金木牧师退休，
阮爸爸就是新行医的即个职务，就任东门教会牧师。阮妈妈也失去伊的老师的职分，成做全时间的牧师娘。无拍算，阮爸爸去到东门教会开始工作，只有9个月，因为过头无用，就检查出有慢性的腰子病。为遐开始10冬甲腰子病伫遐征战，因为袂当食有盐的食物，所以10冬的中间，阮妈妈逐工都爱煮两份的菜，一份有咸的，一份无咸的，无咸的互阮爸爸食，咸的才互阮食，非常辛苦。破病中间，东门教会的中级兄弟对阮非常疼惜。后来，阮爸爸破病6冬外，佫脑出血、中风，身躯半边麻痹，也袂当讲话。阮就最后就爱甲伊按摩、甲伊复健。到1977年12月，阮爸爸过身，46岁，46岁。我迄个以后，阮妈妈、老母兼老爸去上班工作，照顾阮3个囡仔大汉。伊嘛无停止伫教会服侍，继续伫东门教会参加妇女诗班。也参加七情中会的合唱团，后来伫东门教会做执事，也做长老，发挥伊探访、关怀、带导即个温素，对人真有疼心。即个中间疼侪人，也得到侪人的疼。到最近这几年，阮妈妈身躯渐渐衰烂。不过，还阁健康，无拍算。今年的旧历年，过年暝、初一、初二，拢甲阮亲人做伙食饭，胃口嘛真好。初二迄天，阁去东门教会做2场礼拜，甲所有兄弟真欢喜3件。但是隔工伫厝的无小心跋倒，送去马街病院急诊了后，伊的骹骨折，但是搁较严重是发现伊有急性腰子的即个肾衰竭。经过1礼拜外照顾，时好时歹，渐渐失去意识。因为伊真早就签无要急救的即个声明。伫顶礼拜3中昼过往蒙主温调，伫世间94岁。阮做囝儿的真感谢阮妈妈，一世人奉献家己，疼主疼人，拢无埋怨。阮爸爸46岁过身，伊阁陪阮活46年，那亲像替阮爸爸阁活一届。到晚年的时阵，伊定定讲伊真感谢上帝，想赐伊真水的一生。活了长岁寿，有好的先生、好的囝儿、亲人朋友陪伴，伊非常满足，拢无遗憾。阮做囝儿真毋甘，但是感谢上帝。伫伊真侪痛苦的面，互伊倒转去上帝遐，用真安静满足的面去见上帝，甲见伊心爱的丈夫。真感谢咱济南牧师团队兄弟长，也有真侪人来参加，个别礼拜送伊一场。伫东门教会有真水的礼拜。伫一个真平凡的妈妈身躯顶，互我学习上帝看无家己的疼。我相信咱兄弟伫咱家己亲人中间，嘛会当学习即种
上帝疼，通过人的疼，学习上帝疼。今仔日第二个主题在讲愿望，咱怎样做一个有愿望的人？愿望的主题伫近代的宗教思想内底真要紧。19世纪，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写一本册叫做《地到死的病》。什么叫做地到死的病？伊讲绝望就是互人地到死的病。人生爱找到意义，人生若有意义，你就会当久久长长奋斗行落去。但是人生若找无意义，陷落伫绝望中间，绝望就变做一种互人地到死的病。所以，伫遐讲起意义甲愿望真要紧。当代另外一位真要紧的心理学家 Frankl， 伊发明真出名的意义治疗法。伊家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去用掠去德国的迄个战俘营，集中营中间过真艰苦的生活。伊家己的亲人拢去互纳粹屠杀。伊伫迄个家中间感受到意义的要紧，愿望的要紧。伊发现伫迄个集中营内底，有个人身躯足烂的，但是因为带有一种对人生的期待甲愿望，因就一直坚持活到战争结束。颠倒有个人看起来身躯足勇的，但是因为对人生已经放弃，无愿望。无几个月伫家中间就过身去，所以伊发现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目的甲价值真要紧，会让互人产生一种治疗、复原的快乐。所以伊发明这个 logotherapy， 就是人生爱找到愿望、找到意义，就有快乐来行。同款德国的神学家 Moltmann。伊家己是德国人，结果战争中间去互掠去英国，嘛是关咧战俘营内底。伫伦敦的迄个集中营的战俘营内底，伊感觉是真绝望，内心的光明渐渐啊伫要消失。结果有一天暗时读到诗篇，上帝话。伊感受到愿望，搁一摆进入伊的内心，因为心内开始有光在照，伊就讲我有气力通继续活落去。伊讲我对信仰的认捌，是对诗篇上帝迄个应允的话开始的。战后，伊写真出名愿望的神学，这本册。互侪人得到帮助。伊讲上帝毋是咧远远咧将抹的上帝，上帝是为将来咱来的是上帝。咱活伫现在已经看见上帝对将抹咱来，所以迄个对咱来的上帝，互咱产生愿望。人生中间检测有苦难，有侪挑战。但是咱得到生命的勇气，愿望带予人生命的勇气。亲像保罗伫今仔日最后一节安尼讲：愿赐愿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佮互恁对圣神的快乐。充满愿望，信心带予人自由、勇气。伫人生中间有苦难、有无公义，但是咱诚做一种行动，带来讨棒的快乐，毋但对家己、对这个世界、对社会带来改变。愿望通讲
是基督徒最高的价值。带有愿望的人，就有性命的勇气，来成做信仰的见证者。希望咱今仔日会当对保罗这段经文学习信仰的功课，也咱伫妇女事工纪念日，做伙纪念咱中间侪妇女咱的妈妈、咱的姊妹，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所分享予咱水的见证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阮天听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读到罗马书煞尾的时阵，阮看见保罗搁一摆提醒阮学习基督的模样，迄个看无家己的疼。阮有时阵常常是对阮身躯边亲近的人学习这种的疼，无私的疼。通过这无私的疼的见证，阮也搁较认捌主你伫阮中间的疼。这种的疼，诚做阮对人生将来的愿望，愿望带来勇气，带来改变的气力，互阮勇敢伫这个世间活出一个有愿望的人的见证。恳求你赏赐气力、智慧，甲阮兄弟继续行人生的道路。逐工咧行，亲像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所写的诗，诚做人生一切美善的气力，互阮人生有愿望、有勇气。阮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用回应诗，圣诗第547首，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坐。下面是公祷的时间，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。第一，今年世界公祷日，全年为巴勒斯坦祈祷。第二，为着2024年圣经学校春季班今仔日开课。第三，为着大灾节期灵修忏悔。沐浴甲别想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
请陈明德执事祈祷来结束。亲爱的天父，现今巴勒斯坦的战争还未停止，我要为着心灵的医治、甲和平的恢复祈祷，愿人民赢过万分，也愿所有因为战争陷落苦难的人得到讨帮。愿上主赐快乐、安慰，甲对未来的盼望。主啊，阮祈求所有的战争拢会结束，尤其是伫这块你所应允的土地，求你引带世界，互和平会当实现。求主赐智慧，互圣经学校的教师安排春季班的课程，互兄弟姊妹会当定根伫信仰、学习、遵行上帝的教导，互灵命得到换新，活出丰盛的属灵生活。大斋节期是阮基督徒心查内心的重要日子，这段时间的属灵操练，互阮重新调整信仰的态度。上帝，你讲，恁定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阮也着为家己所犯的罪过，真心悔改，求你教阮洗清气，互阮比洗较白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这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这时，请大家起立来用奉献诗，正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请来看这礼拜的周报通知事项。3月份，这个长老林世宏长老报告第一项，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请兄姊为着妇女事工关心甲代祷。第二，
圣经学校2024年春季班今仔日开始上课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嘛请为着圣经学校大道奉献。头3个课程拢是伫礼拜后早起11点上课，第4个课程生活和文课是伫拜六下晡2点上课，请大家注意。第3，大在这期科罗泰德基督会时间是3月13号拜三暗时7点半，地点伫教会大礼拜堂。第4， 3月24号中秋主日是耶稣基督受难周的开始，咱伫3场礼拜中拢会举行圣礼典，请兄姊备班心。第5，清明追思礼拜定伫3月31日国外节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举行。若是要追思亲人的家庭，无论进前是毋是有参加，请伫3月24日前办公室登记，提供个人相片、电子档案甲100字以内的怀念文。第6，圣约教授孙宝林牧师伫3月24日下晡3点半有一个万主之主启示录圣经讲座，欢迎大家参加，地点伫个小礼拜堂。第7， 3月10號神學禮拜日，黃仁珠老師神書分享冷戰時期的台灣農村農業甲農民，歡迎大家做伙來看這段台灣重要的歷史。時間是3月10號下晡2點，伫個教會大禮拜堂遮。第8，甲耶穌同行苦路，羅俊牧師透過神書甲耶穌同行苦路，分享伊伫苦路中默想、注目看耶穌的體悟，邀請大家來體驗耶穌行苦路時的心境。本冊若是伫教會辦公室內買，只要250塊。賣冊的收入攏會成做建堂奉獻予教會。第9點，2024年愛練習室夫妻成長團體5月開始。每個月拜六甲禮拜攏有開一班，每一班上最是6對夫妻，歡迎已經結婚也是婚期定伫2024年的夫妻來參加。報名到3月31日，也是人數有夠就停止報名。這個課程真豐富佮實用，請大家把握機會。開會通知，今仔日下晡1點要召開中一會小會。請中一同工備辦心參加。近期重要事項、教界消息、大道事項、頂週奉獻、本週聚會甲事項安排，請兄姊家己看。這時請陳牧師來介紹新朋友甲親安。今仔日咱敢若無新的朋友吼，所以咱兄弟請咱彼此請安。做伙來用散會的詩，聖詩第399首，聖詩第399首，願上主大仁愛。請起立，因時後請陳牧師來祝禱。愿赐仰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搁互恁对圣神的快乐
充满愿望，也愿爸、囝、圣神上帝，甲咱每一位同在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灭岛散会。今仔日早起的第一场礼拜到这，后面中间有地饼会，欢迎做伙交易。有需要代祷的，请到教会边仔我济南路的雨伞卡。